到的时阵，有上帝正做咱随时的帮衬。咱只是着特别来到伫主的面前，献上咱感恩的祈祷，为着过去一礼拜上帝看顾，咱来到主的面前，咱求主咱来感谢咱的上帝，咱同心来祈祷，请。听从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上帝，你的听从，因为上帝你的祝福甲引带，互阮会当知影，阮过去一礼拜有上帝你坐听从甲祝福，伫过去一礼拜当中，阮经过这个演习会，经过伫当中有小组做伙做伙出游，咱会当看到上帝，你伫阮当中真侪美好引带，这一切拢是上帝你的听从。一直拢是上帝，你的恩典来陪伴阮，来扶持阮。主啊，阮来嘛来到伫你的面前讲，主，阮要搁特别要将阮的心、将阮的灵交托伫上帝你的手中。伫礼拜早起时是一个敬拜日子，伫礼拜早起时是阮伫主的面前要来当心，来仰望你的日子。主啊，求你亲自伫阮活命当中来成做阮唯一的倚靠。正做阮随时的帮衬，最后阮就来到伫你面前讲，上帝啊，阮要高举你的名，上帝啊，阮就愿你的恩典，愿你的听从，一直拢伫阮当中引带阮，一直拢伫阮当中。主啊，让阮的心要来仰望你，让阮的心，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主啊，阮的心要来到伫你面前讲，愿你的名圣。愿你的名声，愿你的名声，愿你伫阮活命当中，真做至悬、至尊、至大的上帝，伫阮当中扶持阮，带领阮，互阮有一个敬畏的心，互阮有一个仰望你的心，互阮有一个伫上帝的恩典当中，存敬畏的心，要来仰望你，要来顺探上帝你的名，要来顺探上帝你的旨意。感谢主，阿罗主，谢谢主。咱搁一摆来祈祷，咱袂特别为着今仔日主日崇拜来祈祷，为着咱家己来祈祷，互咱来到伫主的面前，咱就有微心要来敬拜上帝，咱就有微心要来用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伫上帝的面前讲，上帝啊，我今仔日来到伫遮，我就是要搁一摆将我家己全然献互你，求你赐福，求你引带。求你亲自伫我的活命当中来引带阮，伫未来一个礼拜当中，有上帝你的大能充满伫我内面。咱特别来到伫上帝的面前，为着咱家己来祈祷，有微心来敬拜上帝，用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伫上帝的面前，要来仰望上帝的荣光。咱同心来祈祷，请。主，阮来到伫你的面前，主，你是阮活命的倚靠。主啊，我们怎样要来操练这个敬畏的心？是因为上帝，你伫我活命当中，你扶持阮，你带领阮，你互阮伫当中带着一个平安的恩典，得到一个祝福，得到上帝你的看顾，互所有伫当中参与服侍的同工，嘛伫当中带着一个敬畏的心讲，上帝啊，我就是要来。仰望你，我就是要来敬拜你，我就是要来敲找上帝你的心意。主求你亲自伫我活命当中，愿你的话来扶持阮，愿你的话来带领阮，愿你的话正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伫阮活命当中，正做阮随时的帮衬。主啊，互阮的心要来仰望你，因为阮知你是大能的上帝。主啊，你是大能的上帝！主啊，你是大能的上帝！愿你亲自伫阮活命当中，正做阮随时的帮衬，正做阮随时的倚靠。主啊，阮的心要来仰望你，要来敲找你。愿你伫阮活命当中，献出上帝你的听从，献出上帝你的旨意，献出上帝你美好的恩典，带领教育万用。感谢你，愿你亲自施恩看顾伫阮内面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有上帝你的手引带阮，扶持阮行头前的道路。主，感谢你。
主耶和华，阮的上帝，阮来到伫你的面前，阮搁一摆要来降服伫你的面前，要来仰望你，要来高举上帝你的圣名。主啊，每一摆当阮来到伫礼拜你的时阵，阮的心就抱着一个敬畏的心，要来到你的面前，因为阮知影这是敬拜你的日子，因为阮知影伫今仔日当中有上帝。你阳光的同在，要伫阮当中来显明。主啊，阮就是用一个敬畏的心，要来仰望你，要来高举你的圣名。当阮将阮家己完全献伫这坛顶面的时阵，主啊，将阮家己全然献予你，正做芳芳的烧祭。主啊，你甲阮讲，这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主啊，阮就来到伫你面前，愿你喜悦，阮伫你面前所献上的祭，互阮今仔日的敬拜，互阮今仔日伫当中，无论是诗歌的敬拜，无论是伫讲道、伫听道当中的敬拜，伫奉献的敬拜，甚至是伫报告的时阵，伫交代当中的敬拜，拢有上帝你的同在，拢伫当中来荣光上帝你的名。愿你亲自伫阮当中引带阮、带领阮，接受阮的敬拜，互阮伫当中用阮的全心全灵来跟对你、来学乐你、来高举你的名。愿感谢你，愿你祝福，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这时咱请敬琪兄来报告。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大家早早。我来做消息报告。今仔日廖牧师要去中明圣教会来正道，请兄弟为牧者的侍奉，会当得到教会的快乐，出入平安大道。第二点，10月29礼拜三下晡3点，这个友和日照中心外展的时间，敬请兄弟大家关心大道。第三，11月7日就是后礼拜日下晡1点，伫教会3楼要召开这个礼拜堂的修宪的这个会议，请修宪小组的成员注意时间来出席。第四点，11月7、9礼拜日，咱教会要举办这个秋季的半日游，地点是要去高雄的大冈山的一线天，时间有变更。咱迄一日的下晡1点半，伫教会要集合出发，伫这个暗顿食饱后，较要转来，费用是一个人400块，包括暗顿甲保险，请到招待岛来报名缴费。第五，年度的执事改选，定伫这个11月23要来举行，请各小组伫这个10月26暗时11点59分进行，提供各小组候选人的名单，回报给少伟传道，方便咱来制作这个候选人的名单。以上报告，敢有补充？来请。来，兄弟吼，咱看迄个周报的第6面迄个所在吼，周报第6面迄个所在，咱11月7、9吼，大冈山的这个一线天的半日游吼，行程吼，大概是安尼。原本咱是2点半的时阵要出发，但是吼，因为考虑到即马吼已经秋季，已经要活冬天啊，所以吼5点半的时阵吼，天就暗啊。所以呢，咱就是甲时间吼提早哈，对1点20到1点半的时阵伫教会集合，大概呢食饭的时阵大概是5点半食饭。了后有人咧建议讲吼，是要搁会当吼去外世界吼参观迄个夜景，
所以若是大家人时间上若是稳准会当来斗3工，会当开车的兄弟姊妹，就拜托帮忙斗开车，因为咱有的兄弟姊妹无有车辆会通前往，所以呢，伫迄个所在风景是真水，会当相合做伙，咱教会就是大大细细互相斗3工，所以请大家人会当相合做伙关心这个代志，了后是若是会当伫迄个招待处迄个所在来登记来报名，谢谢，好，甲时间到。安怎样？有何日照是2点半，2点半开始报告的第2点歹势好，谢谢2点半，谢谢，好，多谢，好，甲时间到敬拜团。各位兄弟平安，哈利路亚！感谢主，咱的声音真正洪亮好，咱嘴开，心就开，灵就开，阿门。好，所以咱拍开心门，用咱最欢喜、最快乐的声音来阿乐上帝，来敬拜上帝。好，为咱的座位起立。拢要来学乐咱的主，也互咱伫上帝赏赐互咱的日子当中，上帝伊赏赐互咱伊的话语，赏赐互咱祈祷的权柄，赏赐互咱逐样的需要，耶和华以勒上帝配着咱来学乐来感谢伊。这是咱为着咱家己来祈祷，咱所为子孙领受所为一切，咱来献上咱感谢的祭，学乐的祭。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学乐你，哈利路亚！来到你的面前，主，这是何等感恩的代志。主，我感谢你的引带甲带领，互阮因为有上帝你的话语，每一天来充满伫阮，也互阮会当伫你的话语当中，正做阮的快乐，正做阮的瓦靠，正做阮的帮赞，互阮的人生充满喜乐，充满平安，充满得胜的日子。主，我感谢你，我们将所有的荣耀、阳光拢要归予你。你配着阮来学乐你，来敬拜你，阮单单敬拜你，将所有的荣耀、阳光拢要归予你。主，我感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拜。为你我已经是好了主，为着丰盛喜乐的人生。为你我已经甲感谢主，为着平安得胜的日子。敬拜你，互阮知影主你是因带带领阮一生的主。骹路若有较歹的兄弟，恁会当坐落来敬拜上帝。耶稣基督奇妙双手，因带带领咱，伫黑暗的权势，进到上帝光明的国度。过去咱是一个痴迷的人，咱伫这个世界。或者世界的神，安尼来暗看咱的目睭，互咱毋捌耶稣基督是救赎咱活命的主。伊救赎的恩典临到咱的时，咱会当拍开这个目睭，会当来看见耶稣，伊欢喜来拯救咱，伊要做咱一生的主，互咱会当常常来孝念主对咱的恩典。咱也常常来感谢伊。学了伊奇妙的双手，继续引带带领咱前的路程。我有一双手，予生命看见，生命的光伊在我心。伊奇妙的手，常常安慰我，带我。
稣感谢你奇妙的双手，引带带领阮每一个人，互阮伫罪恶当中，你来救赎阮。毋是阮会当做啥物，是上帝你的怜悯、你的疼痛、你的恩典临到阮。主，阮今仔日会当来到殿院内面来敬拜你。我要伫主你的面前来讲，主，我要感谢你，我要学了你，是你救赎阮的活命，互阮离开罪恶，互阮会当进到上帝你光明的国度。你主爱的双手会继续引带领阮，互阮无偏行家己的路，互阮继续向前来行，往十字架的道路继续来行，效法耶稣基督你的模样，也互阮会当成做一个人的祝福。主，阮感谢你，你亲像光照亮阮头前的道路。主，我要感谢，我要倚靠你的双手，继续向前来行。感谢主，哈利路亚。互咱会当得到新的活命，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为世间人的罪牺牲你家己的活命。如今我会当来救你，是因为你担了阮的罪，你也阁要为我每一个人的罪恶。流出你的宝血，搁一摆来洗净阮，互阮会当成做圣洁的器皿，会当来互主你来使用。我当来召你。我
感谢主耶稣，你救赎的宝血来洗净阮的罪，阿门。来引带阮的活命，会当来就近你。主啊，阮本来是踮伫黑暗罪恶当中，阮本来的活命是软弱，是无能为力。但是上帝，因为你的疼痛，你引带阮，你带领阮，你借着你奇妙的救恩来引带阮的活命，会当来为你来活。主啊，这是对你所来极大奇妙的恩典。因为你甲阮同在，就亲像圣经当中所讲的，即马活着的无搁再是我，乃是主基督你伫我内面来活着。主啊，愿阮的活命来仰望你，来倚靠你；愿阮的活命来倚靠你救赎的宝血，会当活出一个圣洁的活命，更新的活命。亲像一个新造的人，为你来录用。主啊，愿你亲自带领引带每一个奉你的名来接纳你，成做阮活命救主的兄弟姊妹。愿阮的活命来降服伫你的面前讲：主啊，阮是你的儿女，愿你引带阮，愿你带领阮，愿阮的活命一生一世为你来活。愿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咱同心来上读新的诫命，请。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根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阿门。请坐，请坐。这是咱要来读启应文，启应文第43篇。我来客兄弟来引，好的所在，咱大家做伙来读。伫旷野有比耶和华的路，一切山窟拢要填满。关关家家要改做平坦。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更有血气的便一同来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嘴讲的。有人声讲：“你喊叫吧！”讲既有血气的，尽拢如草。草必高大，花必凋残。草必高大，花必凋残，唯有咱的上帝话必永远立定。阿门。感谢主，这时咱要请少位传道来敬道。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引带，互咱搁一摆会当伫礼拜日，咱同心来敬拜咱的上帝。咱即时同齐来掀开伫旧报第4面，也是咱有早咱家己的圣经，咱会当来掀开。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经文记载伫旧约圣经利未记第10章。旧约圣经利未记第10章的经文。咱要上睇经文是第1节到第3节，也阁有第16节到20节的经文。现着，请咱着同齐来上读，请。阿伦的囝拿达、阿比户，搁来摕着香炉，点上火，加上香，伫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
是耶和华无有吩咐因的，就火对耶和华面前出来，甲因消灭，因着死伫耶和华面前。对安尼，摩西对阿伦讲：这就是耶和华所讲，我伫亲近我的人中要显做圣，伫证明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点无讲话。当下摩西去找做赎罪祭公山羊，现在已经烧去了，就向阿伦村的囝伊利亚撒、伊他玛生气，讲：这赎罪祭既然是至圣的，主搁予了恁，为要恁当伫耶和华面前为因赎罪，恁为虾米无伫遮呢？看呐，这生的会并无摕到圣所内去。你本当照我所吩咐的，伫圣所内面食这祭肉。啊，对摩西讲：今仔日因伫耶和华面前献上赎罪祭甲烧祭，我搁拄着即款灾。若今仔日食了即个赎罪祭，耶和华敢会看做水呢？摩西听见即个话，便也做水。阿免。咱搁一摆，咱同心来祈祷。主耶和华，阮的上帝，阮来到伫你的面前。今仔日是礼拜的日子，今仔日是阮伫你的面前献上敬拜的日子。主啊，伫过去阮所看见的，伫以色列人当中，阮看见敬拜是一个真神圣，甚至是一个真危险的代志。因为伫当中，若是阮所献上的无讨你的欢喜，你伫当中你会生气。主啊，阮伫你的面前，阮来仰望你。阮知影，阮过去踮伫黑暗误会当中，但是阮有即款的心志，阮要来回应你的呼召。阮要来成做上帝你所救赎圣洁的器具，要来献做烧祭，互你来路用。主啊，求你伫当中来引带阮，来带领阮，用你的话语来更新阮的活命，互阮的活命会当照着上帝你的话语来行，会当照着上帝你所吩咐的，阮怎样来服侍你？主啊，愿阮的心降服伫上帝你话语的权柄下面，用阮的一生要来荣光你的名。愿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咱要继续来分享利未记当中的经文。进前咱是先分享利未记第11章当中，11章到12章当中讲到耶和华上帝伫以色列人当中，互因有一个律法。这个律法的意义，就是叫因爱分别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无洁净的。这个洁净跟无洁净，这个意思，毋是讲这个物件是清气，也是无清气，是因为讲因伫当中要设立一个界线，讲阮是上帝的儿女，所以阮甲外邦人无共款。因为因有一个界线，因就知影讲，伫因的活命当中，这个群体要成做一个圣洁的群体。所以到伫今仔日，咱要分享的伫第10章的经文当中，其实第10章是甲头前相连的。当中伫第8章开始到第10章，是耶和华上帝咧对以色列人，特别对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个支派，就是专门伫即个圣所当中，伫会幕当中咧服侍上帝的即个支派，叫做利未支派。因要对因讲遮的话，对因讲遮的规定，就是因服侍的规定。伫服侍的规定当中，特别对利未支派当中的阿伦甲伊的囝，就要成做祭司的职分。
伫祭司的积分当中，有一个真重要的意义，有一个真重要的意义，就是祭司是代表全以色列人，代表规个民族，代表规个群体，所以祭司爱大声献互上帝，真做是圣洁。祭司爱大声真做献互上帝，真做是一个圣洁。所以咱看到对第8章开始，就是即个咱讲到是一个祭司伊的就职典礼，就是当伊就任的时阵，伊要怎样来做？第8章咱会当看到，圣经当中讲到阿伦甲伊的囝要就任的时阵，其实是安那？是摩西来为因献祭。摩西来为因献祭的时阵，就是讲因袂当家己献祭，因迄个时阵，因还阁是安那？伊还未就任的时阵，因还阁是普通人，还阁是有罪的人，所以伊袂当家己献祭，爱别人为伊来献祭。即个别人就是上帝所拣选的摩西。所以当摩西为因献祭的时阵，伫当中咱会当看到因就任。上帝伫当中拣选因，成做祭司。到伫第9章的时阵，上帝就伫当中来教导遮个祭司，因要怎样伫圣所当中来服侍。到落尾伫第10章的时阵，咱会当看到，原本这是一个真欢喜的日子，因为祭司就任，因为伫当中所有的以色列人拢围坐伫即个会幕的面前，拢伫当中要来看即个祭司的就任典礼。但是呢，就伫即个时阵发生一个悲伤的代志。发生一个悲伤的代志，就是咱拄拄仔伫圣经当中所看到的阿伦伊的囝拿答甲阿比户，因两个人经文当中甲人讲，因献上燔火，因为因献上燔火。上帝伫当中无欢喜因的献祭，所以上帝伫当中用即个火来甲因烧去，用即个火甲因烧去，因就离开啊。伫这当中，互咱看到的第8章开始，一直到第10章，原本上帝拣选即个祭司，后来因教导因要怎样来献祭，但是到了第10章的时阵，上帝互因有一个境界。讲，恁若是伫服侍当中，恁若是伫服侍当中，你无专心伫上帝话语顶面；恁若是伫服侍当中，恁无真正知影上帝爱的是啥物，安尼其实敬拜上帝、服侍上帝是一个真危险的代志。恁若对上帝的话语无要无义，安尼服侍上帝。是一个真危险的代志。这是圣经伫当中特别要甲咱所讲的。过去呢，伫日本有一个真有名的节目，叫做《全能住宅改造王》。毋知大家有看过无？伫台湾嘛有咧播送即个节目，叫做《全能住宅改造王》。伊就是安那，就是有一寡人伊。日本有真侪只旧厝，这旧厝呢，原本设计的时阵拢有设计了无盖好，所以因伫当中咧住的时阵，拢有真侪无方便，所以因就想要安那，想要开钱要甲伊改好，但是佫毋知影要安怎改。伫即个时阵呢，就即个节目呢，就有即个机会，就去看去找讲敢有人是安那，敢有人是需要有因的厝需要改，就去找遮，就甲因来去谈讲要怎样来改。但是呢，伫即个全能住宅改造王即个节目内面呢，有一个规定。即个规定就是讲当即个厝主找到节目要来改的时阵，就干那第一摆因见面，讲讲我想要开偌济钱来改，就即个预算就伫遐。节目就伫当中。帮伊找即个设计师，帮伊找即个建筑师，就要看讲要怎样来改。但是厝主甲建筑师就干那第一摆见面，讲我毋望我的厝会当怎样来改。建筑师知影了后呢，即个厝主就袂当搁甲
即个建筑师见面，袂当搁倒来看伊迄间厝是安那，爱一直到即间厝重新起好的时阵，重新装潢好的时阵，伊才会当倒来看。安尼，这某讲吼，这敢有即个惊喜的感觉啦，就是讲哦，原来我的厝设计了遮尔水，遮尔好，这是一个惊喜。但是呢，虽然大部分的厝主吼，经过即个节目吼，拢感觉真满意，讲哦，即个建筑师用了足好。但是呢，后来咱会当看到，为什么即个节目后来安那有伫2016年的时阵，即个节目就安那就限卡啦，就是无搁再报上啊。后来呢，就有人咧讲吼，为什么即个全能住宅改造网吼，无搁再去做新的节目？是因为安那，因为因过去有一寡甲遮的厝主吼有一寡纠纷，就是因为安那，可能有一寡人，有一寡建筑师，其实伊是虽然伊第一摆有听到即个厝主想要安那，但是后来伊阁想要照伊家己的意思讲，我感觉吼即间厝吼，若是我来设计，会设计安怎阁较好，伊就袂记即大成迄个厝主是怎样来吩咐伊讲，我望我的厝要安那。伊即个建筑师就一直讲，哦，我想要安那改，我想要安那改，看起来会较水，会较好。所以伫其中就出现有几啊摆，伫厝主甲即个节目有一寡的纠纷，甚至是即个厝主去告遮个节目讲，哦，因家安那，就告因即个毁坏啦，告因迄个背信安尼啦，就等等的代志。所以即个节目后来就无搁再做。伫当中，咱会当思考一件代志。其实，遮个祭司，咱头拄仔所讲的遮个祭司，其实就亲像即个建筑师共款。上帝已经吩咐伊讲，恁要安怎做？但是因搁咧想讲，我想要安怎做？我感觉我的敬拜吼，若是要做安那，哦，安尼会搁较水，安尼效果会搁较好。但是因无照上帝的心意来做。这就是为什么伫圣经当中讲到阿伦的囝伊献上燔火，圣经特别讲安那，这个燔火是耶和华无吩咐因的，是耶和华无吩咐因的，就是因所做的这件代志，毋是耶和华爱因做的代志，但是因犹原照因家己的意思讲，我要去做，对安尼，就有火对耶和华面前出来。得甲因消灭，安尼到底因献上这个燔火是啥物意思？因做毋到啥物代志呢？其实圣经当中无讲到真清楚，圣经当中就干那一句话解说，就是耶和华无吩咐因的，无有其他的解说。所以后来呢，伫研究圣经的这些学者呢，伫当中就有真济，因为圣经无讲到真清楚。所以，这些学者呢，都有真济会当讨论的空间，去讨论讲到底这个燔火是啥物？这个燔火呢，后来咱会当看到，咱爱先对第9章开始来看。第9章的经文当中讲到，这是第9章的上落尾，20到24节，后来就要接第10章。所以这就是伫阿伦伊的囝拿达甲阿比互献祭进前所发生的代志，就是经文当中甲人讲，阿伦百姓来举手为因祝福，伊献了遮的赎罪祭、小祭，啊个平安祭就落来啊。摩西甲阿伦就进入会幕，搁出来为百姓来祝福。这是阿伦伊就任的时阵，伊所做的代志。后来经文当中甲人讲，发现一个真奇妙的代志，耶和华的荣光定正面来显现。这句话看起来哪像无啥物吼，但是咱会当来想看觅，是啥物款的状况？是啥物？这正百姓是看到啥物款的画面，会当互因知影耶和华的荣光因显现，一定是一个真荣光的画面，就是可能有大光照入来，可能摩西甲阿伦出来的时阵，为因百姓祝福的时阵，因面上是发光的。无论是啥物款，就是讲
耶和华的荣光正面显现，这是一个咱所看会到的代志。咱所看会到的代志，后来呢，就有火伫耶和华面前出来，伫坛的顶面烧浸这烧祭甲脂油。咱会当看到同款的画面哦。他拄仔讲安那，他拄仔遮讲有火对耶和华面前出来，伫遮嘛讲有火对耶和华面前出来，两摆拢是有火对耶和华面前出来。但是第一摆的火是要来烧尽遮的摩西甲亚伦所献上的遮的烧祭，但是第二摆的火呢，是要去烧去这两个年轻的祭司。伫这当中，咱就会当看到一个真重要的代志：上帝用这个火来显明伊的心意。上帝用火来显明伊的心意，讲我欢喜什么款的祭物，但是我无欢喜什么款的祭物。上帝用火来显明，咱就来看，到底因是做唔到什么？原本阿伦甲摩西因出来的时阵，已经有遮尔荣光的画面出现伫其中，咱就知影。既然上帝已经伫当中显现啦，安尼因献祭是咧献什么？既然上帝已经借着摩西甲亚伦的献祭已经显现啦，安尼拿达甲阿比户因咧献祭是咧献什么？因上帝已经来啊，上帝已经临在啊，为什么因搁伫当中因要向上帝来献祭呢？伫这研究圣经的人当中，就有一个讨论讲，因为拿达甲阿比户因两个人安那，因想要做的代志，就是因想要，互第九章所发生的代志，搁一摆来发生。为什么要互因搁一摆发生？互众人看到讲，原来这两个少年的祭司，因甲因的爸爸同款，因甲阿伦同款，因拢会当制造出这个敬拜的状况，这个敬拜的，咱讲敬拜这个高潮，就是讲大家人拢真欢喜。第九章的经文当中，甲咱讲，证明看见的拢足欢呼，拍伫涂骹，要来敬拜上帝。因是一个真欢喜的代志。第10章的时阵，拿达甲阿比户因两个人，就是要制造出这款的状况。因毋是照着上帝心意讲，我要怎样来献祭？因是要照伊家己的意思讲，我嘛要制造出这款的状况，互证明看见的欢呼。为什么因要制造这个状况呢？第10章第3节经文当中，咱会当来思考。当这件代志发生以后，摩西对亚伦讲。这就是耶和华所讲的。我伫亲近我的人当中要显做圣，伫证明面前我要得荣耀。这是什么意思？我伫亲近我的人当中要显做圣，咱就爱来思考，什么人是亲近上帝的人？当然，伫今仔日，咱会当知影，咱每一个人，咱拢是亲近上帝的人。就亲像咱头拄仔时我所讲的，因为耶稣基督救赎的保护，咱会当来就近上帝。咱伫即马，咱每一个人拢是亲近上帝的人。但是当迄个时阵，当利未记，当以色列人还搁伫旷野的时阵，迄个时阵，什么人较是亲近上帝的人呢？其实就是伫圣所内面。伫会幕当中，伫圣所内面咧服侍上帝，才会祭司，较会称作是亲近上帝的人。因为祭司要成做人甲上帝中央的这中保，所以祭司较会当成做是亲近上帝的人。其他的这百姓，一般的这平凡人是无法度直接甲上帝有亲近的关系。
是祭司爱代表遮个正百姓来成做一个亲近上帝的人。所以上帝伫遮所讲的意思，就是我伫祭司当中要很做成，我伫祭司当中要很做成。伊就是讲，我要伫即个亲近我的人当中，要互因知影我是圣洁的，要互因知影我是圣洁的。后来呢，伊阁讲，伫正民面前，我要得荣耀。意思就是讲，他拄仔的经文当中所讲的，正民一看就欢呼，拢趴伫涂骹；正民一看就欢呼，拢趴伫涂骹。伊就是一个，互正民看见上帝的荣光显明的时阵，因着欢呼，因着归荣光互上帝。伫遮所讲的，就是伫正民面前，我要得荣耀。安尼，咱就知影，拿得甲阿比户因的问题是出伫倒，就是因要抢夺上帝的荣耀，因要抢夺上帝的荣耀。亚伦已经献祭，上帝已经临在。拿得甲阿比户因的献祭是咧献什么意思的呢？上帝已经临在啊！安尼，咱就无搁再需要透过献祭来求上帝临在伫咱当中，因为上帝已经临在啊。所以，因所做的代志是出伫因的动机，是出伫伊的动机有问题。因想要安那，想要制造出亲像亚伦献祭的时阵迄款的高潮的画面，但是安那，因袂记得上帝圣洁的临在，甚至是因想要抢夺上帝的荣耀。对安尼，咱会当知影，拿得甲阿比户因的献祭，因所献上的是私心，毋是一个蒙上帝喜悦的诚心。因所献上的是私心，毋是蒙上帝喜悦的诚心。对安尼，咱会当看到。上帝耶纳的火，成做审判的火。原本上帝是用一个欢喜的火来烧尽这烧祭祭物，但是后来上帝搁一摆借着火来显现的时阵，是咧将这两个年轻的祭司甲因烧去，因为因得罪了上帝。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就亲像咱头拄仔所讲的，上帝要借着一件代志，要甲所有伫圣殿当中、伫会幕当中服侍上帝的人讲：，恁爱知影，恁若是对上帝的话语无要无义，安尼敬拜上帝、服侍上帝，是一个真危险的代志。所以，伫这段经文以后，咱看到利未记第10章第3节，来谈到我所读的经文。摩西对亚伦讲这话了后，亚伦的反应是安那？伊点点无讲话。伊点点无讲话，为什么伊点点无讲话？伊亲目看到因两个囝伫圣所内面，互上帝来烧去。所以伫这个时阵，伊心情应该是安那？若是平常人啊，若是平凡人，看到这个画面，一定安那？一定哀哭，一定讲上帝啊，你哪会安尼？上帝啊，你大声无先讲啊！上帝啊，你无先警戒讲伊会安那，伊会安那？所以咱就知影，其实亚伦伫这个时阵点点无讲话，是一个真无平常的代志。若是伊是一个平常人，伊是一个正常的状况，伊看到这件代志，伊一定会去甲上帝冤家讲，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代志？伊一定会哀哭，一定会生气，一定会想讲为什么？但是伫这个时阵，伊点点无讲话。伊点点无讲话是啥物意思呢？伊点点无讲话，就代表其实伊已经知影
到底发生什么代志？伊已经知影为什么上帝要甲这两个囝来烧去。伊已经知影因是怎样伫什么代志顶面得罪了上帝。所以阿伦伫迄个时阵，伊并无哀哭，伊并无生气，伊敢若安静来接受这个事实，就代表讲伊嘛知影伊的囝是怎样得罪上帝。伊敢若会当顺服上帝的旨意，伊敢若会当顺服上帝的旨意，因为伊伫即个时阵，伊毋是敢若正做即两个囝的老爸。伊有另外一个更较重要的职分，伊是大祭司，伊是大祭司。所以伫即个时阵，因为阿伦敬畏上帝圣洁的人在，伫即个时刻，伊徛伫祭司的即个位置顶面，伊甘心顺服上帝审判的结果。伊知影上帝伫即个时阵施行审判，是为着要安怎？为着要教育剩落来的祭司，恁未来伫服侍的时阵，你爱斟酌；伫服侍的时阵，你爱注意，恁爱敬畏上帝，恁爱敬畏上帝。对安尼，咱就知影，原来顺服的心是出自因为咱对上帝有敬畏的心。咱顺服上帝，是因为咱知影，咱敬畏上帝，因为咱敬畏上帝，咱较会当知影，咱爱顺服上帝。因为咱对上帝有敬畏的心，咱较会当甘心顺服上帝恩赐，顺服上帝的教示。伫这段经文过后，咱就看到第利未记第10章第80到11节经文当中。上帝对阿伦讲话哦，这段经文是伫利未记当中，干那一摆，上帝单独甲阿伦讲话。伊讲啥物话呢？伊讲：你甲你的囝进入会幕的时阵，清酒、高酒拢袂当啉，免得恁死亡。这要做恁世世代代永远的定理，互恁会当将圣的，这无论是圣洁的，还是世俗的；无论是洁净的，也是无洁净的，会当分别出来。佮互恁会当将耶和华借着摩西晓有以色列人的这一切律例，拢教示因。教示因，这个因是啥物人？是以色列人。所以伫这个时阵，上帝就对阿伦讲：祭司有一个真重要的职分。有一个真重要的责任，就是安那要将上帝诫命，要将上帝所吩咐的这律法，要教示这以色列人来遵守，就是要互以色列人知影，共款知影这件代志。恁服侍上帝，恁爱分别你家己。恁若要服侍上帝，你爱分别你家己圣的、甲世俗、圣洁的、甲世俗的、洁净的、甲无洁净的，爱分别出来。属上帝甲无属上帝，爱分别出来。这就是上帝伫即个时阵对阿伦所讲的：祭司，你爱先大先安那，大先去明白、去知影、去清楚上帝的律法规定是啥物。你较会当去教示遮所有的以色列人，你爱先知影，你爱先完全了解上帝的律法，你较会当去教示遮以色列人。所以，咱就知影这件代志，因为咱对上帝有敬畏的心，因为咱对上帝有敬畏的心，咱爱专心伫上帝的话语当中，伫今仔日。伫新约的当中，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真做是新约时代的祭司，所以咱拢爱特别知影这件代志。咱爱专心来敲找上帝的心意，咱爱专心来思考上帝的话语要怎样来教示咱。咱嘛会当怎样照着上帝的心意，
将上帝的话语去传予世间的人。安尼，咱要怎样来操练咱家己有一个敬畏的心呢？咱要怎样来操练咱家己有一个敬畏的心呢？我要给大家来分享这件代志。这是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做丹尼尔·沙克特，伊有写了这本册。伫这本册当中，伊就讲到叫做记忆七罪啦。记忆七罪是啥物意思？就是有7个原因，互你会安那定定袂记即代志。吼，咱拢有定定袂记即代志的时阵嘛吼。原本吼拢想讲吼，我要做这做迄，但是咧做到一半的时阵，就袂记记啊，伊原本是想要去做即件代志，但是呢，就一直安那，一直感觉讲哦，做即件代志的时阵，就去想另外一件代志。后来呢，你的心思就去转往另外一件代志。你咧做即件代志的时阵，就安那，就袂记起要安怎来做啊？嘿，原本是安那，原本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啊，即马变安那。所以，伫即个记忆七罪，即7项袂记即代志的原因，伊就讲到啊，有健忘、分心、空白、错认、误导、偏颇、甲纠缠。其中呢，我要讲的就是第2项，叫做分心。分心，伊即本册内面叫做分心，啊，阁有另外一个翻译叫做失神。这是啥物意思？就是因为因为注意力不集中啦，因为你无咧做这件代志的时阵，你心不在焉，因为你心不在焉，所以互你记代志的时阵记袂牢。咱定其实咧袂记这代志，拢是这个原因。但是咱无专心，咱咧做这件。咱想要做这件代志，但是咱无专心伫这件代志顶面，咱一直咧想另外一项代志，所以咱就这件代志嘛做袂好，迄件代志嘛做袂好，因为咱无专心。其实，咱对上帝的话语，咱就爱知影这件代志。但是，若是咱专心伫上帝的话语顶面，咱较会当甲上帝的话语记好条啊，咱较会当甲上帝话语记好条。但是咱咧读圣经的时阵，咱拢一直一直咧，咱咧看今仔日咱要看利未记，但是咱就一直咧想讲，一直咧想别项代志，想讲哇，咱中昼要食啥物啦？咱若转去厝邻的时阵吼，厝邻阁有啥物菜啦？我想要用啥物？嘿，咱就一直咧想这个代志。明明咱是咧读圣经，明明咱即马伫遮坐咧做礼拜，但是咱就一直咧想讲，我若转去，今仔日转去厝邻吼，阁有啥物代志要做？安尼牧师讲的、传道讲的，敢记会牢？记袂牢嘛？因为无专心嘛。所以这就是咱所讲的心不在焉。咱要怎样会当操练？咱有一个敬畏的心，咱就是爱先操练专心。咱若要操练，咱有一个敬畏的心，咱就爱先操练专心。所以我特别要来学乐伫咱当中的一寡人，什么人呢？昨昏咱文管团队伫咱教会群组有铺即个相片，就是遮的咱相亲的兄弟姊妹伫当中真厉害呵。顶面即个是咱相亲的兄弟姊妹完成即个抄写圣经啦。下骹即个是约书亚小组抄写圣经，拢有完成，就是咱进前咧操练即个属灵高强度即个间歇训练完成抄写圣经有马太福音甲弥迦书。其实不止遮的人啦吼，其实阁有其他的人，只是敢若有相片，敢若有遮的人啦。所以咱请所有完成的兄弟姊妹站起来好无？咱请所有完成的兄弟姊妹，咱甲因拍抱啊吼！
嘿，好，请坐。好，我要问一件代志：咱咧抄写圣经的时阵，咱敢会一直去想别项代志？袂，因为咱若一直去想别项代志，咱就毋知影咱后一个字要写啥物啦。所以咱一定要专心伫经文当中。所以其实抄写圣经对咱读经，其实是操练咱专心一个真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咱一直专心伫即个经文当中，一直专心伫即个经文当中，互咱咧抄圣经的时阵，咱就真注意讲经文咧讲啥。咱若干那用读圣经，甚至是看圣经的时阵，咱咧看遮个话，但是咱头壳内面咧想的是别项代志。所以操练敬畏的心，第一重要的就是咱爱专心。咱爱专心，专心伫上帝的话语当中，咱较知影咱要怎样照着上帝的心意来服侍上帝。第二个部分，咱要来看后来佫发生一件代志，就是共款伫第10章当中，后来佫发生一件代志，就是伫16节开始讲到当下摩西。就咧敲找即个做赎罪祭的公山羊，为什么要敲找即个公山羊呢？因为像知影已经分烧啊，摩西就去对阿伦村的2个囝伊利亚撒甲伊他妈生气。为什么生气？为什么要找即个赎罪祭即个祭物？因为安那？因为照着圣经的规定，照着上帝律法的规定，讲。即个赎罪祭既然是至圣的，主搁予了恁，为着要予恁会当担当会众的罪孽，伫耶和华面前为因赎罪，恁为什么无伫圣所内面食呢？就是照着上帝规定，照着律法的规定，赎罪祭是需要安那？是需要予祭司会当伫圣所内面食。安尼食即个。互祭司伫圣所内面会当食即个祭物，较是完成了即个献祭过程，较是完成了即个祭司要担当遮会众的罪，会众的罪才会天书较会当完成，这是献祭的过程，所以安尼较会当完成。所以摩西较会生气讲，为什么恁甲遮的祭物烧去？恁甲遮个祭物烧去，安尼恁就是即个献祭过程都无完成。安尼摩西生气的意思是安那？头前阿伦另外2个囝已经安那无照上帝的意思来做，所以就互火烧去啊。后来你剩的遮个2个囝，佫无照上帝意思来做，安尼上帝会偌生气，所以摩西就咧安尼想。但是呢，阿伦毋是安尼想哦。阿伦咧想的是安那？阿伦想的19节开始，阿伦对摩西讲：今仔日因已经伫耶和华面前献上赎罪祭甲烧祭，我阁拄到即款的灾，即款的灾就是啥物？就是拿达甲阿比户因2个人互火烧去。若是今仔日阁食了遮个赎罪祭，耶和华敢会当看做水呢？这是啥物意思？为什么因即个时阵无食赎罪祭，耶和华会看做水？经文甲咱讲，摩西听见即句话，就掠做水。咱就共款，咱爱来看赎罪祭规定是啥物呢？赎罪祭规定就是伫利未记第6章的时阵，甲咱讲，26节甲咱讲，赎罪祭有一种，就是为赎罪献即个祭司要食的时阵，要伫圣处，即个就是圣所内面，就是伫会幕的园仔内，要食就对啊。就是讲你爱伫圣所内面要食即个祭物，这是规定。但是安那，佫有另外一种赎罪祭，另外一种赎罪祭就是30节甲咱讲，既若赎罪祭，若是将火带入来会幕
伫圣所赎罪，带你来你来会幕伫圣所赎罪，迄个肉拢袂当食，必须要用火来焚烧。阿伦所用的，就是用即句话，伊讲我袂当食即个祭物。为虾米袂当食？因为安那？因为即个祭物即马是咧伫圣所内面咧赎罪，所以赎罪祭有分做2种。第一种就是为百姓赎罪的时阵，祭司爱伫圣所内面甲即个祭物甲伊食好了。但是另外一种，就是若是为着圣所，也是讲为着祭司赎罪，即个祭物就袂当食，爱全然烧去。这是啥物意思？啥物状况咱爱为圣所来赎罪？就是当圣所若误会的时阵，咱爱为圣所来赎罪。啥物状况会互圣所误会？就是祭司犯罪。当祭司犯罪的时阵，就误会了这个圣所，所以祭司就爱为圣所来赎罪。安尼，即款的祭物袂当食，爱全然烧去。所以阿伦伫即个时阵，伊的意思就是，因为拿达甲阿比户因得罪了上帝，因误会了即个圣所，所以即个赎罪祭就变做要来诚做为着圣所，也是讲为着祭司来赎罪即个祭物。这是阿伦的意思。原本摩西的意思是讲，即个祭物是祭司的就任典礼，要来献互上帝为百姓赎罪。即个祭物应该是祭司爱甲伊食好了的。但是阿伦伫当中讲，即马发生别的状况，所以误会了上帝的圣所。我需要伫即个时阵，甲即个祭物甲伊烧去，为着要献互上帝，为着祭司来赎罪。伫即个时阵，阿伦伊讲，伊无食赎罪祭，就代表安那？代表讲，因袂当掠做讲伊家己是圣洁的，伊袂当假讲伊家己是圣洁的。伫即个时阵，无食赎罪祭，就代表伊诚实面对伊家己的软弱。伊真诚实面对伊家己的软弱，伊讲：既然我的囝得罪了上帝，就代表规个祭司的体系得罪了上帝。规个祭司的体系拢爱伫耶和华的面前赎罪。这就是阿伦伫即个时阵所讲的意思。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有时阵，咱真想要做对的代志，想要讲哦，因为上帝吩咐安尼，我就照上帝所吩咐安尼咧做。但是其实安那，其实咱爱先来思考，咱即摆的状况是啥物？咱拢想要做对的代志，但是咱爱想看觅，咱即摆敢是伫上帝面前，咱是一个对的人？咱拢想要做对的代志，但是咱爱先想讲，咱即摆伫上帝面前，咱敢是一个对的人？因为真正的敬拜，毋是干那完成即个敬拜宗教仪式安尼尔。真正的敬拜是咱爱明白上帝的心意。真正的敬拜是因为咱知影上帝所爱的是啥物。咱伫即个时阵，咱敢无合乎上帝的心意？若无，咱就爱先伫主的面前来悔改、来认罪，咱才会当来完成咱的敬拜。咱若伫即个时阵，咱得罪了上帝，咱就爱先伫主的面前来悔改、来认罪，咱才会当来完成咱敬拜的仪式。这就是伫这段经文当中甲人讲。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什么才是上帝所喜悦的？什么代志才是上帝所喜悦的？其实献祭这件代志，毋是干那伫利未记当中，互这两个年轻的祭司失去性命。其实献祭这件代志，
伫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定定有人因为献祭这件代志来得罪上帝，因为因干那想要照着规定，想要照着律法的规定，讲我要安怎做，但是伊无先去想讲上帝爱的是啥物。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撒母耳怎样对扫罗王讲这个话？为什么对扫罗王讲这个话？因为扫罗王伫献祭顶面得罪了上帝，所以撒母耳就对扫罗王讲：耶和华喜悦烧祭甲平安祭，敢亲像喜悦人听叹伊的话呢？这句话就讲安那，听叹上帝的命令，较赢过献祭；听叹上帝的话语，较赢过献祭。顺叹上帝的话，较赢过公羊的自由。撒母耳伫遮讲的意思，其实同款，就是要甲人讲，要甲人讲安那，明白上帝的旨意，较赢过宗教的形式。明白上帝的旨意，较赢过咱有怎样做会到上帝所规定的宗敬拜仪式。咱若每一礼拜，咱拢真准时来到礼拜堂做礼拜，无毋对，这足好。但是咱若拢来到伫礼拜堂做礼拜，但是当咱离开即个礼拜堂的时阵，咱犹原无做上帝所欢喜的代志，安尼上帝敢会欢喜？袂啦，袂因为讲咱真做一个宗教信徒，上帝就欢喜。上帝的意思毋是爱咱真做一个宗教的信徒。上帝的意思是爱咱真做一个上帝圣洁的儿女，上帝圣洁的儿女。所以，伫咱的活命当中，咱爱真足来思考这件代志。咱的活命敢有大成伫主的面前真做圣洁？咱的活命敢有伫敬拜仪式进前，咱就先来到伫主的面前，洗净咱的罪，真做圣洁。咱感谢上帝恩典，因为到伫今仔日，咱无搁再需要亲像旧约的祭司共款。希伯来书甲咱讲安那，旧约的祭司伊逐工徛咧互上帝，逐摆都献上共款的祭物，但是即个祭物永远袂当除掉咱的罪。但是基督，耶稣基督献了一摆永远的赎罪祭，就伫上帝面正平坐落来。对安尼，听候伊的修德，正做伊的遮脚凳，就是讲意思，就是讲等了伊赢过伊修德的迄个时阵，因为伊一摆献祭，就叫遐得一正圣的人永远完全。这个意思就是安那。咱到伫今仔日，到伫新约的时代，咱无搁再需要亲像旧约的祭司共款，逐工咧献上遮个赎罪祭，因为遮个祭物袂当除罪，只有咱相信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献了一届永远的赎罪祭，耶稣基督已经献上这个永远的赎罪祭，咱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成做咱活命的救主，咱就借着耶稣基督的保护来除掉咱的罪，来除掉咱的罪。所以到底今仔日，咱无需要透过敬拜的仪式，咱无需要透过献祭的仪式来除罪。咱爱除罪的方式是安那？接受耶稣，认捌耶稣，照着上帝心意来行。咱无需要透过仪式，无需要透过宗教的方式，咱是爱透过明白上帝的心意，咱来除掉咱的罪。因为安尼，因为上帝伫咱活命当中。因为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伫咱活命当中除掉咱的罪，所以咱的活命会当倚靠上帝的心意，
会当挖靠上帝心意来活出一个圣洁的活命。耶稣基督为咱献上家己，成做咱永远的赎罪祭。对安尼，咱的敬拜无搁再建立伫律法的规定、律法的条文顶面，乃是建立伫上帝怜悯的恩典基础之上。所以，真正的敬拜是伫软弱当中仰望上帝怜悯，是伫软弱当中仰望上帝怜悯，并且望上帝会当照着伊的心意来引带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来成做服侍上帝的祭司，永远徛立伫服侍的位置顶面来服侍上帝，来为主来活。对安尼，咱仰望上主的怜悯，咱就有即个服侍的愿望。咱仰望主的怜悯，咱就有即个服侍的愿望。亲爱兄弟姊妹，就亲像咱伫顶摆讲道的时阵，伫我讲道的时阵，咱咧讲到利未记，讲到利未记有一个真重要的意义，就是利未记其实是以色列人伫信仰教育的一个课本。伊的意思就是讲，利未记的目的，为的是要教育，为的是要教育遮个服侍上帝的人，教育遮个以色列人。利未记的目的是为着要教育。咱今仔日所讲的发生这两件代志，拿得甲阿比户的代志，阁有后来以利亚撒甲以他玛无食赎罪祭这件代志，这两件代志拢是为着要教育，为着要教育未来咧服侍上帝的人，恁伫未来服侍的时阵，恁爱抱着什么款的心志来服侍上帝？你用什么款的心态，用着什么款的动机来服侍上帝？对安尼，咱就会当伫服侍当中，咱挖靠上帝。对服侍当中，咱大声明白上帝的心意，咱较来用照着上帝的心意来服侍伊，照着上帝的心意来完成咱的敬拜。最后，我要来分享这个日本的圣教会的设立的故事。咱知影，咱台湾圣教会是伫咱日本咧统治台湾的时阵，对日本传来，所以是日本大成有这个圣教会。但是日本的圣教会成立其实是真特别的哦。咱来看，这个人叫做中田重治，这个是日本圣教会第一任的这个监督。这个中田重治呢，咱若是有读过，若是有了解台湾圣教会的历史，咱会知影，伊嘛是当日本要来台湾开拓台湾圣教会的时阵，伊就是第一个来到伫台湾开设教会。但是呢，当伊一开始伊伫日本的时阵，其实是安那？伫1991年，伊甲即个高满宣教士，就是即个考门夫人伊的先生。就是这个高满宣教士，信教会改称做是高满。伊的高满宣教士呢，伊就对美国来，甲这个中田重治牧师呢，甲几位传道人，伊就先创立这个中央福音传道馆，阁有远东宣教会，阁有东京圣经学院。咱会当来看哦，因来宣教的时阵，因是安那？因是先设立遮个传道馆，遮个宣教会，遮个圣经学院，所以因是先设立安那？设立宣教的机构。后来呢，1917年的时阵，因较伫因宣教的结果，因用48间教会、60位传道人，阁有1400位信徒的规模，因来创立日本圣洁教会。这个意思是啥物？是因是先有这个神学院，先有这个机构，后来较阁有教会。这个意思就是，因唔是先设立教会，后来较设立神学院，因是先设立
神学院，因较来设立教会。为什么因要先设立神学院？伊讲，咱爱先安那，先教育，先训练合上帝心意的人来服侍教会。毋是先甲人招入来教会，但是安那，但是遮个人拢是无圣洁的，因为因的这个教派叫做圣教会，圣洁的教会。咱爱先教育有一群人是合上帝心意的人，是知影要怎样来服侍的人。后来遮个人较来成做一个教派，成做圣教会。毋是先招一群人来讲哦，咱遮个人是教会，咱较来训练因讲，因要怎样来做。这两个，所以日本圣教会是一个甲其他的宣教是一个真无共款的方法，真无共款的环境伫当中咧设立的，是因为因大生有即个想法。当然我无讲倒一个方法是绝对是较好的，其无共款的文化环境内面，其实有无共款的做法。但是咱会当来思考的一件代志，就是咱伫服侍当中，咱伫服侍上帝过程当中，咱袂当袂记起一件代志，就是教育。咱袂当袂记起一件代志，就是咱爱教育咱的兄弟姊妹。咱爱教育咱的家庭当中的成员，咱爱教育咱的下一代怎样服侍上帝。毋是干那讲哦，你着来遮，甲我做伙坐咧敬拜，安尼就好。毋是安尼，你爱是教育，爱知影上帝的心意是啥物。马太福音第9章13节当中，耶稣对门徒讲到遮个话。伊讲，经常记着讲，我喜爱人民，无喜爱祭祀。即句话的意思，耶稣讲安那，恁家己去想啦，恁家己去想啦。我来本毋是招义人，乃是招遮个罪人。即个意思是啥物呢？耶稣为虾米讲即句话恁家己去想呢？意思就是讲。恁若是干那守条过去咧敬拜上帝遮个仪式，但是恁无真正知影上帝所爱的是啥物，安尼恁就是无讨上帝欢喜。上帝所爱的是啥物？上帝所爱的是怜悯，上帝所爱的是照着上帝意思来行的人。恁若是每一工拢照着上帝意思，拢照着律法规定讲，我要安怎做，亲像遐个法利赛人、遐个文士共款。但是恁无有一个怜悯人的心，恁无有一个看到人的去帮助人的心，安尼恁永远无讨上帝欢喜。因为上帝意思就是恁爱诚做恁厝边的人的帮助，你爱听你的厝边亲像家己。所以罗马书12章第1节到第2节，这段经文就是当咱咧读利未记的时阵，咱特别爱了解这段经文，就是咧，互咱了解利未记咧讲啥物。咱过一摆，咱来读这段经文，罗马书12章第1节到第2节，咱这回来读，请。所以兄弟啊，我用上帝的慈悲劝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恁安尼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毋通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佮变化，叫恁查验啥物是上帝的善良、顺全、通喜悦的旨意。这段经文，咱伫顶届讲道当中，咧讲到洁净甲无洁净的经文当中，咱所强调的是啥物？是毋通效法这个世界，毋通效法这个世界。今仔日咱所要强调的是，咱怎样会当成做一个圣洁的活祭？就是咱爱查验啥物是上帝善良、顺全、通喜悦的旨意。
咱爱先知影、先明白上帝的心意是啥物。咱爱先了解上帝的心意是啥物。咱毋是抱着家己的热心，讲我要怎样服侍上帝，安尼就好。咱爱先了解上帝的意思是啥物，咱爱照着上帝的意思来行。耶稣的意思，毋是讲咱莫献祭。耶稣的意思是讲敬拜的焦点，是因为安那，是毋是伫行动，是伫咱的心。敬拜的焦点是伫咱的心。敬拜毋是干那是礼拜的行为，敬拜佫是咱生活的现场，是咱真做一个祭司，咱爱先查验上帝的旨意，通互咱会当活出一个圣洁、互悔认真的活命，互咱的活命是真正讨上帝欢喜，互咱的活命是真正互世间人看到咱会知影讲，咱是一个属上帝的人。咱的活命爱专心敬畏上帝，用咱的一生要来跟对上帝的道路来行。咱同心来祈祷。听从世间人的主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的听从，因为你奇妙的恩典，引带阮带领阮，互阮的活命离开罪恶，互阮的活命进入光明，互阮的活命会当明白上帝你的心意，会当照着你的心意来活出一个圣洁的活命。主啊，这毋是靠着阮家己会当做会到。这毋是用阮家己的心意意思会当做会到，乃是阮爱先来超找你，阮爱先来挖靠你，靠着上帝你的心意，互阮的活命会当活出一个圣洁得胜的生活，赢过这个世界得胜的生活。愿你的听从引带带领伫阮活命当中，互阮的活命一生一世。来成做上帝你所录用的器具，成做圣洁的祭司，徛立伫祭司的位置顶面，要来服侍你，要来荣光上帝你的名。主啊，愿你的名声，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地人，亲像伫天人。我感谢你，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时咱要伫主的面前，咱有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咱对上帝有一个，因为咱对上帝有一个敬畏的心，所以咱会当伫上帝的面前来献上咱对上帝所得到的恩典。咱讲，上帝啊，愿阮的一生为你来录用，愿阮的一生，愿阮的活命为你来录用。照着咱的奉献，照着咱所献上的金钱，要来互上帝伫咱活命当中显出伊的荣光。这时，请咱同齐来起立，咱用诗歌，咱来到伫主的面前，献上咱的敬拜，献上咱的奉献。主你招呼的声，我留心静听，为我流出你的宝血，牺牲你的生命。主，我来求你，我来求你，用你所流的宝血洗我罪恶清气，我心乱着污秽，无有任何味道，你的洗我完全清气。使我生命
灵。主，我来求你，我打来求你，用你所留的宝血洗我罪恶。咱唱第5节。伊在救赎宝血，深在写做恩惠，妙在圣灵点伫我心，使我稳定满满。主，我来求你，我打来求你，用你所流的宝血洗我罪恶清气。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用伊大能的手来帮助你抵挡对世间来的试探甲引诱，互你的活命刚强，会当赢过一切软弱甲罪恶。愿主耶稣基督用伊救赎的恩典来洁净更新你的活命，互你的活命甲万民有分别，伫一切所行的代志顶面有主恩典的同在。愿世人智慧甲启示的圣灵引带你明白圣经的真理，互你伫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会当照着上帝真理的话语来行，活出公义甲圣洁的活命。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灵的感动甲引带，甲众兄弟姊妹三甲同在，特别要甲你厝里的人三甲同在，对他直到永永远远。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兄弟，请坐。咱今仔日第一堂主日崇拜就到这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